后来咱的台湾队拼到12强赛的世界冠军，这个保手吉利吉老公馆，各位日本带转来独一无二的盘手礼，伊甲东京巨蛋2垒的垒包甲拆落来，炸转来台湾做纪念。有网友滚酸笑讲，这下真正是偷走垒成功了。 12强第二大战，摕到冠军的迄个时刻，球员拢笑甲嘴啊离西西。吉利吉老公馆甚至欢喜到要甲东京巨蛋的2垒垒包炸断去。往后啦，如果讲这一生在棒球的世界里最印象深刻，应该就是这一次了。也许后面会有冠军也不一定，但是这是我第一次。 头前的队友，搁伫咧感性受访，结果吉利吉老公馆伫咧后壁面野垒包，甲球迷灯战利品。想要到边的林家正嘛会有看样，对咧包3垒垒包，毋过因为扣球牵甲手着伤，搁请队友来斗相共，两人深色的画面，拢伫咧电视会访问内底扣记录落来。如果要拿世界冠军的话，一定要通过2垒，所以我就把2垒垒包拆下来带回家自己珍藏。和主持人就笑讲，这想法袂歹哦。 拆垒包过水动作，互网友拢笑甲变过。问讲敢确定未受到小单，这根本真正就是偷走垒。有人讲，这边冠军战阿本啊，甲咱当8到2垒，或者垒包嘛，真做上特别的欧米亚价。得到冠军的公营时刻，当然嘛要互全民评判一下。台北1公园观景台正式12强特区，展览台湾队专员签名球、签名衫和比赛练习的垒包，要当作纪念这棒球史上的新篇章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